其他城市點樣炫富啊？啲富二代開住豪車喺泳池開派對，第二朝瞓醒啊！尋日我個女朋友叫咩名呢？喺廣州炫富就係帶住女朋友開車180公里去山卡拉揾農家樂食走地雞，俾咗2蚊嘅紙巾費，臨走仲要唔帶走，俾咗2蚊都唔帶走嗰包紙巾。其他城市啦，啲富二代咧就中意成身都係名牌嘅 LV 啊、愛馬仕啊。喺廣州就係短褲、人字拖、一抽鎖匙2斤半。哇！你都唔知嗰抽鎖匙啊，好似玉竹咁噶。係啊，一拎起身一車過嚟，你牙都冇咗半隻。其他城市咧，我就係家族企業霸道總裁，坐住私人飛機去歐洲、美國出差。喺廣州，我家住獵德，每年都要爬龍舟。哇！你贏咗100億包租公搶2萬獎金。其他城市咧就會喺食飯嘅時候82年嘅拉菲啊，唔該。喺廣州食飯嘅時候煲湯落82年嘅陳皮，仲係茶坑嘅，成包聽鋪攞出嚟，一人派1整張，係完全唔撕開嘅。但係咧，有啲人又話咧，你哋廣東人講咩低調啫？你哋唔炫富係因為根本就唔富。吔屎啦梁非凡！烏蠅哥版本咧，吔屎啦你！